京東繼續公講，在香港啟動新一輪本地商家招募計劃。京東4月1日宣布，即日起香港本地商家入駐京東 APP 港澳站，全年零佣金，免年費。根據京東最新發布的港澳商家入駐規則，面向服務範圍為港澳地區消費者的香港本地商家，自4月1日起截至2026年3月31日，京東不再收取年費及佣金。有意入駐京東的香港本地商家，只需向京東提交店鋪資料及資質證明，通過審核後即可實現零元入駐。同時，京東承諾將為入駐商家提供包括開店指導、店鋪運營、流量扶持等全方位支持，助力商家輕鬆開店、快速成長。京東表示，希望通過這一舉措，讓更多香港商家共享京東優質用戶及資源，同時通過降低商家營商成本，為香港消費者提供更豐富的商品、更實惠的價格、更優質的服務體驗，共促香港消費市場繁榮。自3月24日京東宣布在香港啟動新一輪佈局加碼以來，面向香港消費者，京東先後推出多項服務升級舉措，包括自營商品買貴就賠、自提免運費、自營家電1件免運費、自營大家電免費安裝等。此外，首次註冊下載京東的新用戶，更可享受600元優惠券大禮包，滿99元免運費送上門等新人專屬福利。